我係黃清韻，係嚟自香港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字，一個成字。成呢個字喺外國源遠流長嘅哲學以至文學之中，並非擔當主角。例如儒家嘅核心思想係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就係冇成，甚至其他古代嘅聖賢都冇用成作為佢哋哲學嘅中心思想。點解呢？有一次我睇戲，有人喺法庭上講：本人謹以至誠，據實聲明及確認，本人所作之證供，均屬真實及為事實之全部，並無虛言。我問爸爸：佢講咩啊？爸爸就話：即係佢會誠實咯。咁講我就明白啦。誠其實已經成為一個深深植入我哋骨子裏嘅心法。誠實嘅實係指事實，係唔帶情感嘅；而誠係發自內心嘅善意。咁意思就成為出於善意嘅實話。如果實而不誠，只會令實話偏離人心嘅善意啦。又例如真要帶誠，先至係善意嘅真。另外忠亦都要用誠，否則忠心可能會變成愚忠啦。由此可見，萬字由一顆誠心出發，就係我國中華文化嘅基礎，為所有哲學思想增潤。雖然先賢嘅學說好少用誠作為中心思想，但係仲要靠誠嚟成就萬世傳頌。所以思想係招式，誠係心法，待人以誠先至得人信任。然後你要實行嘅事就水到渠成。故此要成功，一字記之曰誠。多謝大家。謝謝15號選手。